培育苹果幼苗呢，那个种子皮要剥掉，要放在卫生纸上，卫生纸要喷湿，然后上面还要盖一张卫生纸，就是把它包在卫生纸里面了。上面的卫生纸要喷水喷湿，然后这个容器还要加盖子呢，创造温室啊，闷在里面，然后就会那个长芽出来了。然后再移种，不能太湿呢，太湿会烂根呢。